伫社区内底自助洗衫店是真方便，愈开愈侪间。不过，这对于住伫附近的民众来讲，这洗衫、烘衫的机器暗时的噪音实在真困扰。为着要减少暗时噪音的问题，高雄环保局最近要针对暗时噪音互人发上侪惊的汽机车、营建工地、佮洗衫店，要修法扩大噪音的管制。 环保局人员伫自助洗衫店内底稽查洗衫、烘衫的机器噪音敢有超标，因为对部分民众来讲，即寡声音暗时会交叉着休困。高市环保局最近准备修正扩大噪音管制，未来徛街区的洗衫店暗时10点到透早8点，袂使洗拖甲烘衫裤，但带上混合也是工业区无限制。 对我们出外的来讲，有时候我们10点之后才有空，因为你早上可能办事情。有些住户他有需要啊，而且有些上班族他也没有时间了。衫裤放入去烘衫机内底，自助洗衫店非常的方便。民众认为，若使用时间受限制，对上班的人无啥友善，建议照个别店家噪音敢有超标来管制。但若洗衫，根据统计，高雄噪音开发以汽机车623件上侪，第二就是营建工程103件，第三是洗衫店7件。机动车辆不得使用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的排气管行驶于道路上。 减少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。工地时间管制时间虽然无变，但要加严增隔音布顶噪音防治的措施。违反的人会以噪音管制开罚3000到3万不等的罚款。相关扩大管制的措施，环保局最近嘛会报请环境部来核定，等核定了后，就会公告实施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